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同埋勞工事務局主辦，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承辦嘅2026澳門青年就業配對會及澳門青年職前輔導會，即日起一連3日加綜藝館舉行。現場逾60間本地企業及機構提供超過1300個職位空缺，同時設有職場面試、專業認證及就業輔導講座，協助澳門青年掌握各行業嘅市場資訊，了解各行業發展前景及專業認證要求，尋找適合自身發展嘅職位。現場吸引大批本澳青年參與。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呢個嘅招聘會再去了解多啲嘅公司咯。我有參加過教青局之前舉行嘅善用餘下計劃。係學校其實係冇乜機會去踏入職場去體驗嘅，咁但係好多謝教青局啦，咁通過呢啲計劃就俾我真係體驗到真係入咗職場之後嘅一啲嘅生活係點樣嘅咯。咁都為自己將來係可以做一做準備，打好一啲嘅基礎。對於今次嘅招聘會咧，我就覺得比較對我有幫助咯，因為有個係橫琴同澳門嘅大學城咁樣啦，然之後咁喺大學城入面我都有見到一啲行政嘅崗位啦，咁樣對我對之後去橫琴嘅發展其實都有幫助，會想去橫琴發展咁樣咯。特區政府將繼續開展全方位支援青年學業、就業及事業發展，培育社會所需人才，透過跨部門協作，為青年構建完整支援鏈。